年真係12歲，小學生買餸店，買咗一個呢個娃娃菜同埋2個麻婆豆腐，一個9個9，一個16個幾。睇下我個娃有冇優惠先。4蚊一個，我睇下先。唔係正正啫。啊？咩嚟㗎？就咁下有邊個可以玩先？喺度睇下先。3餸一湯，要還是一個唔識煮飯嘅人？我可以話聽日嘅早餐。我就要叫住我去其他買早餐，想揾乜食？7寸29個幾咁低，算啦，唔買。其實OK，因為這個咩嘅，一啲我爸媽唔贊。
然後就入餐。好想試餐下。咁你啲有邊個啊？好多人，咁如果佢揾唔到你，好多人。去排陣先。就咁樣先啦。24個先。9一號啊！我越嚟越想見，我冇心。好去，而家出發去買我嘅早餐。我個荷包呢？早餐食好，問就係我都唔知。唔知收咗檔未？我想食嗰間。我食唔食？好窮，好窮。大個就go啦！好少回收。我好近嚟收嘅回收嘅。大都食得落肚都爛㗎啦，係，而且唔會。好習慣啊！多謝你。而家呢啲好硬啊，唔會甩㗎。好，阿妹你唔揀多件嘅，有800隻喎，唔使嘅，好啊。22蚊好，嗱，2、4、6、8、10、12，唔使咁多，22啊嘛，2、4、6、8、10、22，好，多謝你。
大家就咁啦，拜拜。